各位兄姐，咱敬拜上帝的时间已经到，请咱备办心来敬拜上帝，请奏乐。要感谢上主，因为伊治好，伊的慈爱煞到永远。愿以色列讲，伊的慈爱煞到永远。愿阿伦祭司的家讲，伊的慈爱煞到永远。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，伊的慈爱煞到永远。请咱即碟三甲的吟圣诗，圣诗282首。感谢主，着感谢主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Amen.
请咱这位阿头三个来祈祷。感谢阮的天父阿爸比上帝，阮深深感谢你。伫今仔日7日的头一日，就是你专属的日子。阮公园教会以及全世界所有属于你的囝儿，拢来到伫你的面前。阮伫遮专心要学乐敬拜你。阿爸比上帝，阮相信你的圣神早早就伫阮中间，你一直伫阮中间，要等阮兄弟姊妹来到伫你的面头前，用坚强的心要学乐敬拜你。阿爸比上帝，阮恳求你固守公园教会一切的事工，不管阮的传道的事工、关怀的事工、礼拜的事工，或者是主日学的事工，或者是团契发展以及门徒训练，或者是财务、总务一切的事工。阿爸比上帝，阮拢完全交托伫你的手，恳求你照你的旨意来行阮每一项事工所要做的代志。阮也将这事工倚靠你，会当照你的旨意来推动，互这事工拢会当伫福音的顶面，会当互较侪人来认捌你，佮来学了你的名。恳求阿爸比上帝，甲阮众兄弟姊妹三甲同在。今仔日阮同教会中间检采有诶兄弟姊妹，因的身体有欠安软弱，恳求阿爸比上帝你保守因，你甲因三甲伫地，伫因软弱的中间，你要做因的帮站，你要做因的照伴，你要互因伫艰苦受苦的中间，搁一届呢来见证你甲因三甲同在。恳求阿爸比上帝将公园教会一切兄弟姊妹每一个家庭，拢放伫交托伫你的手，恳求你大大的祝福公园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享受你对天所赐福互因的平安甲喜乐。阮安尼感谢，拢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免。接咱要来看启应文。启应文第6篇，也是诗篇第16篇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。我捌对上主讲，你是我的主。地上的圣道实在真尊贵。这声。去对别个生命的人，一定加添痛苦。我无参与因的献祭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福杯。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。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。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，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神快乐。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。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，伫你的面前，我有满满的欢喜。现在咱要三个来看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伫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37节到48节。请咱兄弟姊妹大家专心来看上帝的话，来听叹上帝的话。马太福音第5章37节，恁讲话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对不起，我这个电脑出问题了。
思，我这电脑出问题了。恁哦，好翻译，帮翻译。其他加讲的是对邪恶的出来的。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讲，目睭陪目睭，喙齿陪喙齿。毋过我甲恁讲，毋通抵抗做歹的人。人若建立正平的喙配，连倒平嘛，越互伊信。人若告你要摕你的内衫，连外衫嘛互伊。占领军的军人若强迫你行1里的路，就甲伊行2里。人若对你求，就互伊甲你借，毋通拒绝。你有听到即款教示，就听你的厝边怨恨你的对敌。毋过我甲恁讲，就听恁的对敌，替迫害你的人祈祷。安尼，恁才会当成做恁天父的囝儿，因为伊互日头出来，照歹人嘛，甲好人，嘛落雨互义人甲不义的人。因为恁若简单听恁的人有甚物报酬呢？兼毋是连遐个无罪的人，拢嘛是安尼嘛？恁若只有对家己的兄弟，也是姊妹请安，有甚物比别人较特别？兼毋是连外邦人嘛安尼做？既然恁的天父是完全，恁嘛就完全。以上上帝的话，所以咱要请咱的圣歌队来学到上帝。
即粒咱要请黄介明牧师来分享上帝的信息。伊今仔日要分享的题目叫做完全，请黄牧师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感谢上帝，互咱会当搁一遍做伙来敬拜。咱要领受上帝话语的进前，咱搁一遍做伙来感谢。主愿你的话，甲你的圣神同做工运行伫阮的中间，让阮有耳孔来听，愿阮用行动来做见证，赐予阮今日的敬拜，甲阮三甲之地。祈祷感恩，奉靠大人君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来求。阿门。今日是咱的教会主日的礼拜，拄则我伫7楼甲大家用华语做礼拜。咱的教会用无相款的语言，总是上重要的是，咱要用同款的心来完全的主来跑走。拄则咱所读的这段圣经节，马太福音第5章37节到48节。咱知影，通常马太福音是第5章、第6章、第7章，咱习惯甲叫做登山宝训、登山宝训，是耶稣带领门徒到山上去上课。伫山顶，耶稣的讲课讲的话，互门徒记录。第5章、第6章、第7章，咱会当看到，迄是一遍搁一遍，将地面上的伦理道德，甲天顶国民应该爱有的标准。一项一项在锻炼，要互因哪来哪顺转。所以其中咱拄则所看的48节讲，恁既然恁的天父是完全，恁嘛着完全；既然恁的天父是完全，恁嘛着完全。所以这敢若是一个小节，伫一个小的一个结论。伫遐讲，咱学者听到遮，安尼咱爱完全亲像天父完全一样。所以这是一个据点。但是后壁耶稣阁继续讲，所以伫第6章有主的祈祷文，伫第7章到上尾要落山最后一节课，耶稣伫第7章伫甲因讲：恁爱捌人啊，你们要认识人，是捌啥物款的人？耶稣用2种的地基，但是伫2种的地基头前，伊讲恁爱会晓分别，听到拢是啥？聪明的甲愚戆的，聪明的甲厝起伫石盘顶，啊戆的咧。甲厝起伫沙地顶悬，大水来，沙地厝个安怎个冲走去啊？所以咱拢知影，就是讲2种，聪明的甲含慢的，咱拢习惯着用即个来。但是其实伫讲聪明甲含慢的头前，佫一个讲做歹人，用中文来讲叫做邪恶的人、奸诈的人。所以有3种人，耶稣甲讲落山了，恁拄着恁的亲情朋友，拄着熟悉无熟悉，你拢爱去判断。毋是聪明的甲戆的安尼尔定，是搁注意第3种，是一种邪恶的人。所以耶稣无甲地面上讲拢是好人、歹人、含慢的、戆的、甲巧的、厉害的，无，搁有一种戆的甲巧的，拢有邪恶人。所以伫生活内底，耶稣伫甲因讲，伫地面上的伦理道德，搁有一个天顶的智慧的判断，这是要建立的。啥物会是完全？这是咱今仔日诚做上帝的囝子，咱拢在努力的。咱无人已经完全啊，但是一直在努力。所以伫拄则咱所读的圣经内底，无论是红色的字，是就是，毋是就讲，毋是假讲的，就是出伫邪恶的。然后人胜利的右脸，左脸、右脸跟左脸都被他打。这咱会当感觉讲，这违反生活的道德甲伦理。你无代无志，你甲我善，我甲你善，无论是做对做毋对，善一遍就好啊，佫会当成善你的正面，佫善倒边。你知迄个动作吼，打我右脸吼，毋是安尼拍，咱拢是右脸、右手，所以是爱安尼拍，善我这边，佮扒过来，先扒善这边，佮扒这边，这是双重侮辱啊！结果扒是扒这边，尔讲我打你的左脸呐，但是先善右脸，佮打左脸，迄是双重侮辱。所以这是违反咱的生活。你搞扒者，我就要甲摸倒转去啊，他有得客气。所以咱会看到这是生活人。你搞攻击，我就甲你拍转去。生活内底有太侪是社会的标准，但是耶稣在甲因讲，
人的标准是安尼，咱有一个更较悬的标准。照罗马的法，军人也命令你帮伊搬物件，会当范围偌济？1里，1里路。这里是应当的，是国家的法律标准应该行的。但是咧，耶稣讲毋是单安尼尔，后壁佫加1里，互伊个当佫继续休困。第2里是听心，第1里是规矩，爱有诶纪律，要有规矩，也有纪律。我们守法，基督徒、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守法，但是还要再多一层爱心。所以这是1里路，佫加1里。那对占厝来讲，第1里是该守的法规，第2里是基督徒的见证甲听心。你会记咱拄则一开始吟一条圣诗，旋律真好听无？感谢主，着感谢主，着感谢主上帝，拢总唱6节。你会记即对6项无？我已经唱第1节啦，感谢主。你阁想着啥？俄罗主、基督主，阁有无？哦，阁有人讲敬拜主，阁有服侍主，阁有啦，见证主，哇，真好吼！咱大家拢有足吟诗，足认真。一开始讲感谢主，后壁佫继续讲啥？俄罗主、敬拜主、基督主、服侍主、见证主。所以咱得吟的时阵足轻快，其实得甲咱提醒讲：你有感谢无？你有俄罗无？你有敬拜无？你有基督无？你有服侍无？你有见证无？所以一项一项一直咧踏起来，互咱愈来愈完全。所以吟诗是一个导入。信仰是一种投入性的反省啊，投入性的反省。你爱入去内底较来反省。足侪人拢咧甲基督徒讲啊，基督徒吼，是安怎？咱伫华人世界足歹传福音，因为基督徒拢互打一个标签啊。恁较有疼心，你们是博爱的，恁是较神圣，亲像圣人。所以咱若较无疼心，较自私，咱若表现较无圣洁，马上互人拍折啊！啊，你嘛这自私，你嘛这无疼心，安尼你甲我共款，咱的标准伫对。无形中，咱毋敢讲咱是信耶稣的。是，我较自私，我嘛较含慢，因为我心软嘛，我比较软弱嘛，对无？系啊。啊，这是人生，咱就是较软弱，咱嘛足好大家讲。但是我伫努力，我毋茫今仔日的我比昨个较好。你若有软弱，我愿意带你来祈祷，我愿意带你来敬拜迄个救我的主上帝。我无法度救你，我嘛无法度解决你的问题。在座的爸爸妈妈，你的囡仔的问题，你有法度完全解决无？无可能啊！咱毋是耶稣基督，所以耶稣讲，你的问题嘛，毋是我甲你顶带十字架，我可以当甲你解救尔。恁着顺全，恁着完全，亲像天父。耶稣无讲，恁着通过我，恁才会当完全。伊是拯救咱，互咱对罪出来，离开罪恶，真做圣洁。搁过来咧是咱的努力，再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。所以咱毋是当代志拢讲耶稣救我免做，是一种不断的操练。耶稣甲因讲遮了后，耶稣搁继续提醒讲：人疼厝边，疼家己，疼人，疼咱会当疼，遐对着咱无可能疼。是。这就是咱的有限，总是咱倚靠迄个无限的上帝，互咱会当哪来哪好势，一直修正，一直改变，互遐无好的离开咱，互好的伫咱中间愈来愈多。所以迄个完全是过程，但是一项一项在努力的过程中间，咱就想着讲，咱会当达到的是啥物货？标准是大家人的理解无相款。咱的国家有 CNS 国家标准，有国家的标准。你我咱嘛有无相款的标准？上班有上班的标准，上班是用时钟，1点钟1点钟，时薪多少，月薪多少，年薪多少 ，bonus 多少？你若上班迟到，无准时，就靠迄个啥全勤奖。所以上班上课拢用时钟，8点上班打卡，少1分，迟到1分钟，就是没有准时。所以时间是一个标准，有人是用月历。这上个月6月份，咱营收多少？7月份咱即马努力偌济，
到12月，咱规年咱拢总12个月，咱拍拼偌济，用月历成为标准。有的人是用年岁。我少年的时，我勇壮的时，我做头家的时，咱有用迄个岁，用迄个年岁岁月。你会回想你青少年的时是安怎无？你会当回想拄结婚的时，遐几年是安怎无？这是用岁月。搁一个是用永恒。我讲散步行过，迄种孔子庙，至圣先师孔子，伊是一个安怎对华人的教育影响的人？迄是用几啊百年、几啊千年，迄是一种永恒的。但是伊会当到偌久，毋知。真侪人用时间、用月历、用岁月，有的人用永远。耶稣是一个永远的主，咱是用这个来做标准。所以你的标准是啥物货呢？耶稣的标准帮助咱。所以耶稣训练伊的门徒登山宝训，就是讲属天的国度的人民，咱的信仰的意义是啥物货？你要食做上帝的国民，迄个意义是啥物货？然后咱伫生活内底，伫俗世的群体内底，咱生活应该爱有规矩，这种生活纪律是足重要的。咱圣经学院，我伫圣经学院咧服侍，咱的牧师是圣经学院的董事，咱嘛真侪人对圣经学院真了解。咱的教会嘛有真侪同工过去伫圣经学院咧服侍。圣经学院有圣经学院的标准，学生幼稚园的学生会当240个，即马无遐侪啊，因为太侪迄个非营利幼儿园啊，政府补助的，所以240个就是招生标准。伫迄个过程中间，过去有300几个人，迄无标准的时阵，会当扣偌济就扣偌济。听讲80年代、90年代有到300几个囡仔，迄个时阵无用坪数，即马有用坪数，每个学生可使用的空间坪数是多少，用迄个来算，所以标准一直出来。过去会当有特权，会当快速通关，今日无拄拄，逐项代志拢会当照你的心，所以咱真侪人。前无偌久，我一个朋友刚刚对德国回来，伊讲哦，伫德国，台湾护照会当快速通关，是。兄弟姊妹，咱拢真期待快速通关。总是属灵的团体，是一种不断的，是一步一步来，是一段缓慢的旅程。因为要达到迄个标准，佮会当达到完全，迄是何等的无容易。但是咱毋是伫遐讲，咱无法度，佮无做，是不断的。会记起耶稣有一个人，少年的官叫做尼哥底母，暗时来找耶稣。耶稣讲，伊讲我有。耶稣讲到上尾讲，你逐项拢有，安尼剩一项，变卖你一切，来真济送向人，把你所有的财产都变卖给贫穷人，然后来跟随我。意思是啥？放在地面上的来军队顶悬一站的，下面的你拢有啊。这已经无重要，搁较顶悬一站，你要爱有诶。标准有了，要达到完全，何等的不容易呀！天父上帝的完全，迄个宣传，要真做咱的标准。所以总是咱生活内底有太侪标准啊，工作有工作的标准，头家有头家的标准，咱伫教会内底侍奉嘛有教会侍奉的标准。总是基督徒努力的侍奉是一个足重要的。但是一直做，毋是咱唯一的目标，是咱做了后，咱服侍了，是毋是帮助啊？互咱离迄个完全愈来愈近，互咱成长离开遐个无好，哪来哪做？互遐个无好的无阁影响咱，是毋是会当哪来哪做？所以你的目标是啥物货？伫咱的生活内底，逐工拢过了真实，但是咱有两个真实的主。一个是咱信仰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；主啊，求你赏赐互我。天父上帝，你通过主耶稣帮助我，迄是咱信仰的主。主耶稣也是主上帝，这是咱信仰的主。但是咱生活内底，佫有一个生活的真实所面对的，就是你的理想、梦想，你的自我实现。你要实现的，你的理想是啥物货？咱拢一定有咱的想要。望做会到的，你迄个自我实现，迄个价值
迄个方向，迄嘛真做你生活的主。有当时达袂到的时阵，咱就足现实的，妥协于各种现实。头家叫我讲乌话，讲白贼，我就讲白贼。你爱妥协伫逐种的生活现实，现实甲自我的实现，迄常常有可能是合作伙，嘛有可能是有冲突的。所以有信仰的主，阁有逐种理想的主，阁有逐种生活现实的，拢会真做咱伫生活中间，地教基督徒有一个困难要达到的，就是我会足有疼心的，但是我真困难；我会足圣洁的，但是我生活伫即个罪恶的世界，言行个愈来愈无一致。咱有当时啊信主，但是咱有可能信家己，甚至甲上尾是啥物货拢毋信。因为主上帝无拄拄帮助我伫生活内底会当遮年也做了遮好，所以个拍者，生活内底嘛个拍者，到最后就是啥物货拢无重要，变做安怎随波逐流。耶稣的门徒跟对耶稣，因要学啥物货？耶稣互伊一个目标，就是讲只有一位上帝，迄个标准就是一项尔定啦。迄个标准是啥？上帝是所有美善的源头，而且他也是终末的审判，上尾审判。所以是同款，你知影啥货是水，啥货是好，这个水好你有标准，你会当努力去。但是上尾你所做要真做是审判台前，听到审判咱拢足惊，听到审判咱拢感觉讲足恐怖。其实只是搞笑尔定啦。亲像咱伫圣经学院的工作，拢有写日志。我今日做啥货，做啥货。有当写讲，我今日拄洗啥物货。我今天洗了床单，问题是洗了多少张床单？你要写清楚。高效就是一个报告清楚。主上帝，我今日做啥物货？暗时啊，你要困，我伫今日讲的话，我伫遐高效，因为有可能咱明仔载无拄起来。总是咱祈祷上帝，互咱身躯健康。所以审判是最后的，但是高效是最后的。每一天下班，你着将今仔日的工作高效。每一天咱的一生，嘛是有一天爱向上帝高效。总是咱伫华人的世界内底，咱的文化是多神论，咱的宗教社会宗教是多神的。所以多神干怎？这个神有这个神的标准，迄个神有迄个神的标准。这个神可能初一15个会当啊，迄个神可能是要求搁较悬，所以无形中华人的文化的标准就是无啦。所以咱需要极权，需要威权，我们需要集权跟威权。你去新加坡真好，因为伊是一种足强调官平的。你违法罚钱，违法就是罚钱，罚钱咱个惊，所以咱个只好守法，迄是一种威权来的统治。咱若活伫新加坡，可能咱台湾也嘛挡袂掉。所以每一个族群生活环境有无相款，所以华人要训练，就是要有一个唯一的标准，若无个会乱。这就是台湾的社会到今仔日还搁在乱的，道德标准无共款，乱过来啊。所以耶稣要求门徒唯一的标准，这个标准就是达到完全。完全是一个不断在学习的过程。犹太人足巧的。犹太人足够学习的，所以因除了因家己的文化传统、因的宗教会学习了，只要别人的袂歹，伊就甲捡起来学。所以当然，咱知影新约是用希腊文来写的，希腊文是当时的国际通用语言。那话今仔日咱甲别人做生意，英语是通用语言。有真侪物件，你要写签约，毋是用中文，你甲美国人就用英语，你甲非洲的人可能嘛用英语，因为咱无法度用因的语言，咱就用国际通用语言。所以希腊文是当时的通用语言。耶稣的门徒无拄大人拢会晓希腊文，但是因知影希腊文化所塑造的，啥叫做完全？迄个完全啥物意思？我甲希腊文的完全吼，解说写伫遮。你来当甲我做伙用北京话，咱来读第二章，读第2行吼。完全希腊文的字义，那我们一起来念：在其分类中不会再有卓越或品质的进步，以至于超乎其上，
而在其卓越之中毫无匮乏。意思已经达到上界好啊，无法度搁超越，无论是超过伊的品质，超过伊的搁较侪，无法度搁较悬啊。结果是甲伊平等尔定。用咱即摆吼大学的考试，咱即摆大学生的考试吼，要进大学，迄个考试以前叫做联考，即摆考试满级分叫做75分啊，75满级分。以前是100分，即摆叫做75分。你考75分，伊嘛考75分，安尼叫做安怎？同一个等级，75那一个级，这一级的你可以填所有的。所以你在考试的时阵，已经到迄级啊，顶多是跟他在卓越其中，而无法再超越其上。75满级分叫做没有被扣分。那74分嗰個差一點啊，迄叫做有缺乏，所以毫無匱乏叫做完全。所以當猶太人在學習講，哦，希臘人在講的迄個完全是指這，咱的完全是指什麼貨？猶太人知道自己的完全，知道完全對猶太人的意思是什麼。因佮加上希臘文化的學習了，伊會當了解啥叫做完全。這嘛就是耶穌在登山寶訓要擴大伊的學生的眼光，擴大他們的眼光，讓他們了解什麼叫做完全。所以耶穌講：恁着純全，恁着完全，親像天白一樣。迄是一種提升因的眼光，提升因的性命。所以當耶穌在訓練伊的學生的時陣，就甲因講：完全是啥物貨？要安怎來實踐？完全叫做合乎最高標準，完全就是達到最成熟的階段，完全就是無欠缺，無任何的欠缺，這叫做完全。但是猶太人會聽到講，哦，這我理解，我馬上就講我要安怎來做。你若讀希臘文，就親像咱在讀英文吼，英文那是啥？主詞、動詞後邊受詞點個受詞補語。希臘文甲英語較共，但是希伯來文是動詞佇頭前，行動，行動，真趣味，行動。所以猶太人馬上就講，哦，安尼這三項都遮講的這個最高標準是啥物貨？相關的標準就是上帝旨意、上帝作為完全實現，這叫做最高標準。所以上帝的話講出來，我遵守，我嘛安尼做。這叫做合乎最高標準。上帝講愛11奉獻，我就11奉獻。上帝叫我愛遵守安息日，我就遵守安息日。合乎上帝的旨意，完成他的作為，這個叫做最高標準。所以猶太人伊給當學習一個知講，我知影完全的意思，合佇上界懸的標準。你的標準也是上帝的標準。兄弟姊妹，咱若照咱家己的標準，咱的標準真容易達成，真簡單達到。但是若是上帝旨意、上帝作為，夠有困難啊！這就是努力的空間。接下，當耶穌在講的時陣，伊馬上知影講完全叫做啥？達到最成熟，達到上界成熟的階段。上界成熟是指啥物貨？猶太人因知影。成熟是一個你生命會交出來，就是奉獻的意思。所以奉獻的文化、獻祭文化，因知影愛將上界好的、上界讚的奉獻出來。所以因通常咱知影講，佇迄個獻祭文化是牽牛、牽羊、較送香的人，掠2隻斑鴿來奉獻。奉獻有對經濟頂懸較貴的、較俗的、上俗的。因用這種來表示，但是你嘛愛將無論你經濟能力，你做會到偌濟，你獻祭攏愛是純全的、無瑕疵的、無瑕疵的奉獻。啥是有瑕疵？這隻羊啊，可能伊的耳仔互豺狼咬一空，伊變歹跤，這攏叫做有瑕疵。所以對猶太人來講，伊一隻獻祭的動物帶來的時陣，伊愛先檢查啊，這隻。無好退貨哦，袂當起來奉獻，袂當起來奉獻。所以獻祭文化是一種完全的，叫做成熟的，沒有瑕疵的，
所以兄弟姊妹，当犹太人因在学习的时阵，因知影无下士为奉献，迄是一种成熟的态度。你毋是凊彩啊，早来就好，起来就好。某一边，伫阮的家族有一个时代，伊读着讲无下士的奉献，伊就开始啊，对迄阵了解了后，伊当年新年的时阵，你平常去银行领钱，无拄拢会当领着新钞。拄啊过年的时阵，才会当领着新钞，对无？所以，阮迄个信仰的前辈，阮家庭的迄个长辈，足趣味。伊个当年的过年的时阵，个拢去换10000块，100张的100块，爱个特别用一个卡啊落迄个钱，啊伫姓氏后壁吼，用一个迄个纸袋啊黏带遐，啊个甲新钞100块拢放在内底。要奉献的时阵，就抽出来，无瑕疵的。伊个无瑕疵意思，就是无拗着、无用过，这叫做无瑕疵。所以奉献时阵，就甲迄张100块落落去，大家拢知影伊献100块，因为迄是无瑕疵。伊毋是要互看伊100块，是用即个来表示无瑕疵的奉献。兄弟姊妹，犹太人对无瑕疵的奉献，我信仰的前辈对无瑕疵的奉献，迄个完全的奉献是表达你的心，嘛伫外表动物，伫100块的新钞会当来实现。献祭文化对犹太人来讲，迄是足重要，是你直接甲上帝的关系，毋是靠别人的，是你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甲上帝的关系是啥物货？迄有达到完全。你若凊彩，就无达到完全。第三点，犹太人听到完全的时阵，讲毫无任何缺陷，无欠缺。无欠缺是啥？因对希腊人学习到的完全，就是一种学习。学习是啥物货？老师教我教，我会晓啊；我教你教，我教我的学生教，学生嘛会晓啊。这较叫做教跟学。我也教，他也学，这样子的循环，它叫做完整的教学。你教我教，我甲你讲会晓，但是我教互别人，别人袂晓，迄无叫做会晓。听有吼？老师教我教，我会晓，我搁教互别人，伊嘛会晓，这较叫做完整的教学。所以耶稣对伊的门徒嘛期待讲，我甲恁教，恁就完全，恁嘛教互别人，互人完全。咱会当看到耶稣教门徒教3年久，但是学生学了安怎？你会记得耶稣互人定迄暝，伫要互掠迄暝，伫暗顿逐个食饱，去克西马尼园。因对要去食饭的，去食饭的所在，要去到克西马尼园。因是出去的时阵食饱，逐个吟诗，真趣味哦。你若读圣经。因是吟诗唱歌去克西马尼园，耶稣吟诗了后，伫遐祈祷。门徒吟诗了后，食饱搁唱歌，唱了搁家要创啥？倒咧困啊！耶稣在祈祷，门徒倒咧困。伫迄天，耶稣甲因讲的是啥？耶稣毋掠互因食饱，耶稣搁替因洗骹。耶稣洗因的骹，互因食饱，互因做伙吟诗唱歌去祈祷。结果耶稣精神在祈祷，门徒煞在困。后壁来啊！耶稣讲：彼得，你要3遍无认我。彼得甲转胸坎讲：袂啦！迄暗伊所讲的，伊讲袂。但是咧，连伊阁过发生啥物？3遍无认伊，对无？伫3遍无认伊的时阵，阁较戏剧性。咱若讲演戏吼，足张力的。伫克西马尼园的时阵。耶稣互人掠去，耶稣掠去的时阵，问遐兵丁来问毋知影耶稣是对一个，就看犹大甲送针。犹大针的迄个人暗毋知啥物人，但是犹大知影伊针的迄个就是耶稣。罗马军人过来掠耶稣，门徒看到大家惊，就闪嘛。只有彼得拄甲耶稣转胸坎讲：我绝对袂离开你。彼得举刀啊！彼得举刀啊起来安怎？罗马军人上强的军队，伊刀举起来就甲扑落去啊！结果咱知扑落去安怎？吓着耳啊！迄暗啊，无灯啦，所以毋才
扑歪去，迄若是对头壳扑落去，迄罗马军人就翘去啊，对无？罗马的军人是上强的，你即马咱若美国大兵，你若美国大兵，你甲伸喙皮，你较看觅啊，你倒有拍甲嘿啊，上敢去挑战上强的军队，你讲比着有用无？足用啊！但是后壁咧，大家走了了啊，耶稣用掠去啊，比着对，忽然有一个人甲讲：啊，你甲耶稣共党诶？伊马上讲：毋是。对手无寸铁的人，彼得马上软弱了。第二人讲：你甲耶稣共党诶？伊马上讲：毋是。第三个人伊嘛共款讲：毋是。他有没有学习长大？他有没有学习成熟？看起来有，但是佫马上无。对罗马军人，伊足轻行好，伊知影伊要对抗。你知影圣经内底耶稣的门徒，毋是咱讲耶稣的门徒，不是善男信女啦。因大家拢安怎？有大家人的想法啦。有两个兄弟啊，因妈妈直接来甲耶稣讲：耶稣你做王吼，阮这哥哥这弟弟吼，一个住你正边，一个住你倒边啊，迄是咧抢位啊啦。学生毋敢讲，妈妈直接讲。无客气的，耶稣有一个学生叫做混瑞党西门。混瑞党是啥？就是对咱中华民国来讲，迄叫做新中会，迄叫做同盟会，迄是要甲清朝政府推翻的呢。耶稣的门徒是要革命党徒的，因是要甲罗马帝国、甲犹太的那些王权抢回来。伊毋是所谓迄种哇乖乖的兄弟。乖乖的姊妹，迄是要革命的，迄是要拍拼。所以要学习的是啥？耶稣你讲的，阮去实践，然后推翻罗马帝国，亲像孙中山甲伊的这同伴要推翻反清政府共款。所以伫222伫学什么？是要互家己愈来愈好。但是耶稣无爱伊的门徒学习对遮，迄个完全的概念，毋是要改朝换代。完全的意识形态是，你的性命今仔日比昨搁较好，你要真做亲像天父遐尼好。英语讲 You are the best， 你是上好的。上好的毋是甲别人比，是你性命不断追求亲像天父共款。所以你甲你边的人甲讲，你甲你边的人甲讲，你是上好的，你是最好的。你话大家过来人拢讲比赞吼，讲你是上好的吼。听了你有感觉足爽快无？咱拢足期待，奉讲咱是上好的。上帝看咱是好，伫迄个好的过程中间，是由耶稣基督救恩，受咱性命的反悔。伫迄个性命得将遐无好的除掉，要互咱搁较好。所以迄个用医学来讲叫做消化代谢。伫咱的性命内面。爱用咱对上帝所想事，互咱的智慧理性，来甲遐个毋对的、错误的思想，甲伊排除掉，爱甲消化。然后咧，爱用咱对上帝来遮感情、感觉，你的感性，将遐个排除出去。所以这是一种不断在学习的过程中间。你透早食的早顿，你确定啊？你即摆已经伫遐在消化，你确定啊？搁要食中昼顿？过一日中昼顿，就伫你的腹肚内底消化，消化了后，可以代谢。好的，加做你的体力，加做你的营养；无好的、无路用的，你个排泄出去。所以伫咱的信仰的形态内底，耶稣在讲迄个完全，就是把遐个无好的、有瑕疵的，把它排除出去，留下好的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互咱的生命内底是愈来愈顺转。亲像天父旋转一样，遐个无旋转的，遐个无好的，咱个爱甲排除出去。所以伫咧排除的过程中间，有真侪咱爱甲伊讲 say goodbye， 咱爱甲伊讲拜拜。这会影响咱的，是不断的。你少年的时阵，你爱甲迄个少年的时阵讲拜拜，袂当搁伫遐讲我少年偌勇，迄拢诚做过去。我以前偌雄勇，我以前偌赞，迄拢诚做过去。生命的成长是不断的，迄个不断的过程是一项甲伊讲，毋通回头看。耶稣甲门徒讲，回头看的人吼，袂当入白道啦，袂当入去天堂。你伫咧看世间，
你伫咧看过去，过去毋是无重要，迄是一种操练的过程。头前永远有头前的操练，所以以色列人过红海，过袂过，因要讲目久，要转来做埃及的奴才，因袂记得向前有上帝为因备办的，所以会当经过红海，体会到上帝的奥妙。以色列人爱甲埃及拜拜，甲红海拜拜，你爱甲你的过去讲拜拜，因为拢真做过去。所以这是一种不断在成长的过程，一定爱有的。所以咱有迄种意识形态了后，咱搁转来爱来想，当耶稣在教门徒的时阵，讲对讲，对的就是对，毋对就毋对，加讲的就是出自邪恶的。问题迄个邪恶的，互咱无完全的，咱来反省，咱来思考，啥物会互咱无好，啥会互咱无完全，啥会互咱伫遐灰色地带。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但是我们都喜欢灰色地带。灰色地带可以模棱两可，要挖这边，要挖迄边，拢会使。所以咱已经变做是一种无标准的人。耶稣无得甲伊的门徒讲凊彩，标准就是标准，目标就是目标，完全就是完全。所以遐个互咱无完全的灰色地带，遐个邪恶是啥物货？伫要讲遮个邪恶的进前，咱先爱来想咱家己。咱拢有两种。一种叫做公开的形象的，另外一个就是私底下的。你伫教会内底，这是一个公开的，咱有公开的形象。伫人的社会，咱的人民的团体，咱拢有 public me， 迄个公众形象的我。最近有真侪公众形象本来足好的，但是后来发觉咱怎 me too， 互遐个无好的走出来。咱拢有无好，无形中你无好，顶是物价；伊无好，顶是物价。所有人拢互顶大是物价，对无？咱拢有无好，毋是多迄样代志无好尔定，只是公开的形象伫过去无公开遐私底下的伊做的无好的代志，即摆压起来，公开的形象个破灭，因为私底下做歹代志，做毋对代志。兄弟姊妹，咱私底下有偌侪歹代志，只是无公开尔定。敢讲咱拢为着安尼来定十字架？耶稣已经定伫十字架，就是要互人悔改。迄支十字架看的人，性命若无悔改，十字架永远是十字架。但是若有悔改，十字架就诚做救恩。教会十字架有互咱兄弟姊妹诚做救恩的价值无？有，咱就行完全啊！莫阁看遐个定伫十字架。咱嘛莫看遐个缺点，若有人做毋对，下面伊甲伊讲，不要再犯了，不要再犯了，不要再犯了，这才是要迈向完全上重要。所以我们过去有犯错，对自己说不要再犯了。我嘛做毋对啊，不要再犯了。我嘛想毋对，判断毋对，不要再犯了。这是咱共同做伙，所以公众的形象需要努力，爱努力打拼去经营。但是私底下你甲我，别人看袂到，甚至咱家己嘛毋知影。我太安尼，我为什么会如此？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。这就是私下的我，咱的软弱。但是毋是要放大别人的软弱，缩小家己的软弱，是要伫上帝救恩的平台。咱拢是有罪人，咱拢需要救恩。帮助咱洗清气，所以遐互咱无洗清气是咱假啊！我真好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好人，我是牧师，我的表现真好，我是足资深的基督徒，我是道德行为拢足好的。兄弟姊妹，咱无遐尔好啊，我嘛无遐尔好，我还有真侪爱修正的，爱改。其中上大的就是伪善，伪善是希腊文的字根甲剧场演员相关，演员是啥？古早在演戏，咱知影，咱若看迄个种 opera 吼，足侪拢会戴上面具，对无？希腊的戏剧是戴上面具，戴上国王的面具，戴上王冠，穿上国王的衣服，讲话气势行为拢是国王啊。但是这演员较定若戴上仆人的面具，穿上仆人的衣服，伊讲话改变做罗卜的声。袂使大声啊！罗卜在讲话，才会当大声。是，伊的动作、伊的声音，
该做萝卜。所以共一个人演国王，共一个人演奴才。演久了后，伊到底是国王还是奴才，伊家己嘛毋知影。所以假个走出来，假的就跑出来了。伪善的是对演员开始，兄弟姊妹，咱拢扮演演员啊。你上班你扮演是一个职员，是一个头家，是一个主管的面貌。你等于厝是爸爸妈妈，是别人的查某囝，别人的后生。咱拢有无相款的面具，但是演久了后，煞变做假的。啥物会是真实的你？伪善是在审判台前最需要被提醒的。你去到审判台前，上帝知影你的内心，上帝捌你，毋免阁假。所以咱需要真诚实来面对。完全就是把遐个无完全的废物，把遐个假的除掉。伪善会阻挡人成做好人。咱该真正去甲伊讲。我会当努力到遮，我会当帮助你进步啊，就是到遮。伪善是基督徒上界大的挑战。伪善提醒咱，把迄个面具揢掉。宗教的伪善会阻挡人接受信用，所以真侪人会失望讲：啊，基督徒啊，你嘛安尼自私？你甲讲是啊，所以我较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啊。你嘛同款，你嘛会自私。你嘛需要耶稣基督改变你，兄弟姊妹，好胆甲人别人讲，毋是互人攻击了，你就甲讲啊，做歹势，我是不好的基督徒啊，然后干怎？愈来愈毋敢，你是毋敢讲，你是上帝的囝儿，你是基督徒啊。咱爱好胆讲，嘛好胆承认，我就是遮尔软弱，歹势，我个气力无够。真诚实来表现出咱生命的状态状况。你叫细汉囡仔搬物件，因为伊的力无够，伊无法度。所以伫训练的过程中间，哪来哪有力？咱是迄个过程也未够完全，所以毋通互迄个基督徒的道德比较高、神圣性比较圣洁，给甲咱缀死去。咱来承认讲，我要努力，互我愈来愈良善，我要愈来愈圣洁，我要愈来愈好，这是我的目标。兄弟姊妹，所以咱是演员，但是我们不要成为虚假的演员，因为耶稣对耶门徒讲，内心上介重要，因为上帝是良善的，人嘛爱诚做善良的，因为上帝看透咱的心，所以伪善是耶稣基督所不允许的。耶稣不爱咱假，所以咱会当看到拄则讲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的第5章、第6章、第7章。你来看后边倒数第5章、第6章、第7章，就是22章、23章、24章，有讲足侪人人性的问题，才爱修正的。遐伪善，耶稣无客气。我用马太福音23章，马太福音23章，耶稣拢总讲遐个假冒伪善的人、假好的人讲7摆。咱知影7是完全数啊，完全的数字，所以耶稣嘛讲完全的假。假有够假，耶稣嘛甲因讲出来。你看有够假，有够假，有够假，甲这假拢总讲出来。耶稣嘛无客气啊，讲恁遮的人讲是上帝的囝儿，但是恁有够假。这7项咱家己看就好。用7完全的讲，遮的假冒伪善、假好的人嘛是足假。啥会假？我无要一项讲，但是我讲其中一项。25节，恁遮假冒伪善的文书法利赛人有知的啊，因为恁安怎，亲像洗盘啊、摆盘，外口洗甲足清气的，内面安怎，充满了勒索跟放荡。迄意思是啥？家己外口看起来足好的，啊用这个足好去捆住别人。你不够好，你不够好。基督徒的弟兄啊，基督徒的姐妹啊，你怎么不够好？勒索别人，我们常常被勒索。我们被暴力，你基督徒无疼心，我们被暴力了，我们就挨打了。别人如此勒索我们，他们也是文士法利赛人，但是咱家己无要做文士法利赛人，咱嘛唔通用这去讲别人，里面却充满了放荡。放荡是啥？
就是讲伊的道德情操，伊性命无伦理，迄叫做放荡。所以，迄个放荡是内在的，外面是勒索的。法利赛人、文士他们是这样子来对待人。耶稣用因做咧假冒为善、假好，所以用这个来提醒。所以马太福音22章、23章、24章，特别23章达到高峰，意思咧提醒讲伪善。这甲头前咱拄则咧讲是就是，毋是就讲毋是，假讲就是出伫邪恶的。迄个邪恶就是遮勒索跟放荡。邪恶就是伫即款的人身上。有可能你甲我，咱是一种的人，所以最后当耶稣提醒门徒了训练因，愈来愈完全。耶稣伫迄个时代更新门徒，今日耶稣嘛更新你甲我，互当代即个时阵的你甲我，咱通过伊的恩典，伊的救赎的恩典，帮助咱离开迄个虚假伪善，离开遐个欺骗。愿上帝帮助咱。互咱成做伊的门徒，通过听伊的话了，咱的生命来改变。最后结论，这黑色的字，我邀请咱做伙来读。我们一起来读黑色的字哈。上帝的话语不会向伪善的人说话，因为在世上的文学作品中，没有一样比圣经更要求我们努力学习与竭力运用。这是主耶稣基督引带咱。互咱会通过认真学习，愈来愈完全。完全也未够，但是咱迈向完全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会当做伙来进步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主，阮的心期待完全，总是伫现实的生活内底有真多互阮无完全的。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会当谦卑伫你的面头前，好当主讨。主啊，求你坚固阮的心，勇壮阮的心。阮的生命愈来愈成熟，无互人所讲的话，佮刺插阮的心。求上帝你保守帮助阮，我会当通过侍奉来见证，通过阮的生命来感谢，通过阮伫你的面头前所摆列的，求主你欢喜阮所做工，祝福阮今仔日所做的。求上帝你通过阮所听的，帮助阮愈来愈完全。祈祷感恩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我伫遮做一个迄个补充吼，恁看周报的教界消息，伫周报迄个公布的消息的教界消息最后一条，最后一条，教界消息第2条，这礼拜迄个7月12号，伫圣经学院有一个布道会，这个布道会是美国这个宣教福音布道团，这是第一遍来台湾，因1970年个成立啊，这个团体已经40几年啊，40几年来，因超过去世界100个国家，已经几百场、几千场的迄个。今年伫第一遍来台湾吼，第一场就伫新竹照圣经学院，所以有同工有奉献，所以欢迎咱的同工兄弟姊妹，你若未赴去食饭的时阵吼，来圣经学院，我有提供餐盒，但是爱先报名。这个较重要是这个福音布道团，真的他们，你若有机会你上网看吼，你会当知影讲这个福音布道团他们的诗歌，他们所分享的真感动人，所以我用这个来邀请，希望咱来当邀请兄弟姊妹。因第一场伫咱新竹，第2场要去台北监狱，要去甲遐个受刑犯的人甲因报道，所以咱3体祈祷。这个团体是第一遍来台湾，所以邀请兄弟姊妹，咱会当来参加。我伫遮特别补充，多谢。多谢吴牧师的分享。这点咱要用圣诗605首，靠主恩典奇妙快乐的保护，来回应上帝的信息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真济，即个咱来奉献。恁丰丰富富，祝福恁，毋但家己逐项教业，阁会通做逐项好事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伊慷慨真济善车人，伊的好行为煞到永远。因为上帝，阮来一时来组织来到你的圣殿，主，阮用阮的金钱做你圣工的路用，愿主你感纳，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你的名求，阿门。咱来报告吼，咱先看教会消息。今仔日咱请圣经学院黄介明牧师吼来到伫咱遮正道，咱多谢黄牧师。第二项，教会消息，等下下昼1:20，迄个咱教会的小百月的小组吼，有要去迄个坚持马台古道去那边走一走啦吼。那你若有想要参加的人，会当伫1点半进前伫教会1楼集合。第三项，教会消息，新德中会上联部有举办音乐报道会吼，伫搁刷来即礼拜拜5，7月14，下早是10点伫桃园丰运教会。咱教会有要去参加吼，上联团契啦。伫下早是8点，就要集合出发吼。咱妇女团契的健康讲座，顶礼拜美生还有报告跟我说，报名已经截止了，已经额满了啦，所以可能进步那袂赴啊吼。然后搁刷来第4项，音乐。什么乐理？音乐的乐理迄个看破啦吼，看破迄种研习课程吼。咱教会有请林志杰老师吼，伫遮要教，又分做六礼拜拜六伫遮要教介基本的音乐的乐理啦吼。哦，第先看介基本啊，教咱兄弟姊妹，你若讲有想要对乐理有即种了解，你会当来参加，这是免费的吼。
伫7月15，第一场是7月15啦，伊拢总有6场啦，拢总6场。每一礼拜拜六下晡3点半到5点半。好，搁说咧，咱咧赞美操的培训的课程吼，第一课伫招生，对9月初2到10月17拜六吼。啊，伊个地点是伫关心胜利堂，关心路吼，关心路迄个胜利堂。报名是春菊吼，春菊执事报名，计上1000块的款是毋是？报名费计上1000块，我会记得讲1000块。好，来，美比谷北区青年美比谷的营会时间伫7月12到7月14 3天吼，地点是伫南港教会，南港长老教会啦吼。啊，新德区的美比谷的儿童营会时间是8月初3到8月初5，地点是伫圣经学院吼，圣经书院。咱这有哪？我知影新德区的美比谷儿童营会，这已经有哪额满啊吼。这介侪咱长老教会的教会要报，拢无法度人报名。好，搁来教会消息，咱暑假提供咱教会的教室吼，互咱的囡仔，咱教会的囡仔来温习功课吼。你暑假你拢会当来教会遮读册啦。伫拜1到拜5的9点到下昼9点到暗时9点，你拢会当来教会遮，会当共同大家做伙读册。啊，咱搁有若要报名，会当甲干事报名，还是金溪长老吼。听讲效果袂歹哦，来遮囡仔拢介认真在读书哦，毋是讲来遮拍电动哦。嘛毋是讲来遮佚佗的哦。有个家长来遮来看，来偷偷看，哦，袂歹，真认真。所以你放心会当叫囡仔来遮读书。好，搁说咧。新德中会第83届的议会，即礼拜3下晝10点，伫东市教会，东市到遮有一地吼，伫东市教会要举办咱第三遍的议会。好，搁说咧，教界的消息，教界哦，这拄则黄牧师有讲过吼，黄牧师有伫遮介绍过，搁说咧。哦，咱陈义理学院即个桃竹苗伫7月7日毕业典礼吼，即昨发生昨举行啊，今仔日经出来吼。我甲牧师甲几个同工有去参加，因确实袂歹吼，因迄个陈义理学院，因一直鼓舞咱后兄弟姊妹，你若有想要传福音。会当受到因的装备，2年时间的装备，你就会当有传福音的信心吼。啊，上帝会当差派你去传福音。传福音是咱信仰内面上核心的价值，上重要的一部分吼。这咱兄弟姊妹拢了解。好，佮说咧，啊，咱来唱祝福车庆的诗歌。咱唱圣诗400首，今仔日咱敢有新来的有朋友？无吼，今仔日咱无新来的朋友，咱来唱400首。愿主仁爱甲你同在。那唱吟诗煞，咱请黄牧师替咱祝祷吼，请起立念经全首。Alleluia.
三甲来领受上帝赐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真理话命，天父上帝永远不变的听，圣神的相通感动，甲恁种咱三甲之地，保守恁活出完全，亲像天父完全一样。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，阿门。请坐，麦德闭会。